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意外发生伫个苗栗东路的县道，有一台机车，敢若是搞着涂骹的阿妈头，怎啊连人带车摔倒在地。上惊险的是，差一点啊，就互后壁驶到位的汽车甲交过。警方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涂骹的阿妈头是一台南马空车涉漏的，已经通知对方到案说明，讲上悬会当罚款18000块。一台奥多麦徛伫咧路里，要为正平切为倒平的车道，接达切入去领，凶凶含人挂车摔伫咧路中央。后壁轿车差一点弄到，驾驶随打挡啊，技师倒伫涂骹，无法度爬起来。代志发生伫17号下晡5点外，苗栗东路乡职业路口，技师哪会凶凶刹车？原来涂骹有厚厚的空骨里，迄时52岁技师下班骑车经过东路火车头，技师搞到空骨里摔倒，好佳在附近的车速拢无紧，后壁驾驶看到奥多麦摔倒，嘛随停落来。技师送病院了后，好佳在人无安怎。发现一辆混凝土预拌车于行进该路段时有渗透混凝土的形式，导致普重机车驾驶摔车受伤。警方调电杆，发现是一台空骨里车，下晡5点外驶过，无细里捞出来。15分钟，技师骑过就搞到摔倒。警方已经通知空骨里车的驾驶到案说明，依照道交条例告发，嘛甲驾驶开18000块的罚金，嘛通知工程单位甲涂刷清好清气，避免有人受伤害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